娃哈哈場大戲，大家有冇關注？中富利突然辭任董事長，換個90後小伙許思敏上位。胡歌拎放大鏡一睇，呢根本唔係咩簡單嘅交接班，背後實實在在藏住中慶後留低嘅上百億遺產炸彈。投資者千祈咪俾新帥上任呢個噱頭呃咗。呢背後隨時牽出嘅有錢冇命響，死咗之後仔女爭產狗血戲碼。胡歌今日就用大白話拆解俾你聽，睇完保證你以後對家族企業股多生個心眼。我哋先簡單捋一捋事件經過。11月27號，天眼查爆料，杭州娃哈哈集團搞工商變更，中富利一口氣辭任法定代表人、董事長、總經理，將所有權力交俾許思敏接盤。但係留意啦，佢仲持有29.4%股份，冇完全退出。呢明顯係退居二線，遙控指揮。其實呢件事早有鋪墊，有媒體挖出，中富利早喺9月12號就交咗辭職申請，到11月18號。娃哈哈開2025年經銷商大會，中富利缺席，許思敏就以總經理身份發言。佢喺會上話：過去1年市場複雜，但係娃哈哈穩住咗近10年業績巔峰，實現5億收入增長。水類產品就係壓艙石，但係要胡歌講啊，表面越穩，背後可能越亂。經銷商嗰邊早有風聲啦，之前中富利力推嘅年輕化新品牌娃小棕，喺2026年嘅經銷協議入邊直接冇咗影，又改翻主打娃哈哈。仲有今年經銷商大會門檻飆升，要年銷1500萬，兼且有增長先有資格參會，比起舊年千期嘅標準仲要高。呢波內部調整嘅動靜真係唔細。跟住落嚟，我哋爬一爬呢位天降猛男許思敏嘅底細。佢嘅升職速度簡直快過火箭。1994年出世，今年先至31歲，浙大法學本科畢業。2015年剛畢業就做老闆，開咗間叫原牛道嘅品牌。唔係網傳嘅中西快餐店，實際係火鍋品牌。而家深圳仲有3間門店喺度營運。冇耐之後就入咗宏盛飲料集團，即係娃哈哈嘅關聯公司。由基層法務專員做起，仲處理過娃哈哈同達能嘅商標糾紛呢類大案。2021年就升做法務部長。2022年加入娃哈哈法律辦。2023年再升做法律辦副主任。跟住重點嚟啦，真正嘅飛躍係喺2024年中富利接班之後。9月許思敏直接躋身娃哈哈集團核心，擔任監事。12月接管重慶子公司，做經理法人。2025年2月更加開掛，一口氣兼任杭州娃哈哈食品、浙江娃哈哈創業投資等多間公司嘅監事、總經理、法人。5月又做咗浙江娃哈哈實業嘅董事。10月暫代總經理。11月正式登頂董事長。由2022年加入娃哈哈到坐到集團一把手嘅位，前後不過3-4年時間，難怪娃哈哈員工都直言許思敏就係中富利嘅鐵桿心腹。但係胡歌認為啊，呢根本唔係咩年輕有為嘅速成神話，明眼人都睇得出佢就係中富利推到前台嘅職業操盤手同防火牆。而中富利急住退居二線嘅真正原因，好大機會就係中慶後留低嗰粒約141億港元嘅遺產炸彈。據港媒爆料，中慶後去世之後，3個自稱係佢非婚生子女嘅人鍾繼昌、鍾極理、鍾繼成，直接殺到香港高院起訴，要求確認自己嘅信託受益權。更關鍵嘅係，香港法院喺2025年8月已經落咗判決，明確要求中富利保存呢份信託資產，仲支持咗呢3個子女嘅資產保存申請。不過呢件事冇咁簡單，呢個信託實際上根本冇正式設立完成，淨係得手寫信同口頭指令。中富利已經向香港上訴法庭提起上訴，12月23號就有關鍵聆訊。佢要爭嘅唔單止係錢，仲係自己核心繼承人嘅合法性。可能係見到法律大戰踏入關鍵期，中富利先至急住布局，將許思敏推上台，自己就退到宏盛集團總裁嘅位置，好繼續掌控娃哈哈嘅核心生產銷售命脈，遙控全局，集中精神應付遺產糾紛。講到呢度，胡歌忍唔住調侃一句：生前身價再風光，死咗之後仔女為咗上百億資產鬧到雞飛狗走。鍾家呢場戲簡直就係一部宮廷鬥爭劇。之前一直營造樸素企業家嘅形象，點知非婚生仔女嘅事一曝光，人設徹底崩咗。不得不講，中富利呢部棋走得夠精叻，靠許思敏上位，又保住自己喺宏盛系嘅影響力，又可以避開遺產糾紛嘅正面衝擊。不過內鬥嘅痕跡已經藏唔住啦。經銷商大會嘅變化，品牌策略嘅反反复复，管理層嘅快速換血，都話明內部仲好需要磨合。所謂嘅收入增長5億睇落好靚，但背後渠道分化、特通渠道乏力嘅問題根本冇解決。
再加埋遺產糾紛仲未有定案，仲係路咗扯長啊！所以胡歌必須提提各位投資者，家族企業一亂，品牌信譽同經營穩定性隨時受影響。雖然娃哈哈唔係上市公司，但係呢類家族企業嘅潛在風險值得大家提高警惕。港股唔少地產、消費家族企業就係因為內鬥爭產同治理黑洞，搞到公司治理亂晒龍，股民血本無歸。如果你平時中意買消費股，尤其係家族控股嘅標的，一定要多留個心眼，睇清管理層變動背後嘅邏輯，有冇派系鬥爭，有冇潛在嘅遺產陷阱，有冇體外循環呢啲治理黑洞等等，唔好俾豪門戲碼禍及你個荷包。唔知娃哈哈呢場大戲，你更撐邊個呢？你有冇被類似嘅豪門股傷害過？想知更多財圈內幕嘅話，記得 subscribe 胡歌，加開小鈴鐺，胡歌帶你飛，遲咗你就真係窮咗啦。